講。係咁嘅，我想自己買翻底褲。做咩事啊？媽咪買俾你底褲有咩唔妥？嘢嚟㗎嘛。唔係仔，即係大廈嗰啲明渠咧係公家嘢，如果一定要經過業主立案法團開會通過。咁我條撚唔係公家㗎嘛？爸爸，呢度講緊啲乜嘢？教佢哋社會責任咯。爹哋媽咪啊，我明㗎啦。咁但係我都咁大個咯，係時候獨立啦。好，咁我份人好民主嘅，投票決定，贊成阿仔自己買底褲嘅舉手。反對咧？嗱，結果出咗嚟啦，爸爸，唔該 mark 翻落會議記錄。散會。唉，所以冇人比我更加明白小圈子選舉嘅禍害。咁多年嚟，唯一例外可以唔使投票決定嘅，就係關於我拒絕去英國讀書呢件事。冇他嘅，講到尾，有邊個父母唔想自己嘅仔女多啲留喺自己身邊啊？